到爱情的骗子，假先交朋友，原来是要甲人骗钱。嫌疑犯偷用烟头送，也有水姑娘的相片，利用交朋友的软体，乌白找被害者开讲破刀，骗对方出钱来投资，原来拢是乌坑互人跳。初步估计受害者有上百个。警察伫咧家己找到这个诈骗的机房，抓到20外个嫌疑犯，依照诈欺罪嫌，甲因依法上班。拄报地勤队员摕着盾牌，全部武装破门进入，内底面的全部拢是诈骗集团的成员。算的总共有20个人，拢总互警方带转去警察局。这阵人平常时秘伫咧家己关一间铁厝内底，内底有袂少的电脑甲手机啊，都是要利用网络交朋友来咧骗钱。烟头的面，佮配上真好的体格，烟头的相片，袂少查某囡仔拢袂去，但这根本拢是假的。诈骗集团先偷摕烟头兄，也是随查某囡仔的相片，来到交朋友的网络顶悬，随机找被害人来咧开讲，先讲一寡甜言蜜语，等被害人一旦互骗到手，因就点出真实的面目，开始说服对方来投资六合彩也是股票，但汇款的金额拢总是汇入去嫌犯的假投资网络。短短1个月，受害人都有上百名，诈骗的金额超过100万。用在长相帅气的男子美女相片，吸引那个境外的华侨及大陆地区的人民上钩。警方掌握通报，直接攻破这个诈骗机房，而且将20名嫌犯拢总按照诈欺罪嫌来上班。不过提出烟头兄的相片，甲这个嫌犯来相比，实在是差真多。警方也呼吁，伫咧网络交朋友要注意，千万唔通互假相片来卖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